今日會同大家做一啲刺激腸臟嘅運動，同埋相關嘅穴位按摩。每日做一次，可以有助腸道健康、排便暢通。我哋一齊嚟試試啦。第一個動作，左右交叉踭碰膝，左踭碰右膝蓋，換邊，右踭碰左膝蓋，重複呢個動作10次。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完成。第二個動作，拍拍小腹，血氣通，雙手放喺小腹，拍打30次，力度以舒服為主。第三個動作，蹲一蹲，魚刺通，雙腳打開，稍微闊過肩膊，兩手舉起，雙腳屈膝下蹲，同時手畫圓，蹲下時呼氣，站起時吸氣。下蹲時腰挺直，唔好前傾，膝蓋亦都唔可以超過腳尖，避免膝蓋受傷。呢個動作我哋會做10次。呼氣下蹲，吸氣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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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一次，起。第四個動作，扭扭腰，幫助腸臟蠕動。雙手叉腰，雙腳打開肩膊嘅闊度，腰向前、左、後、右扭動，每邊10圈。換另一邊，腰向前、右、後、左扭動，共10圈。扭腰嘅動作要按自己嘅能力調節幅度，以避免因過度嘅伸展而拉傷。第五個動作，向前彎腰壓肚子。首先坐喺地上面，雙手扣子外撐，直臂舉起預備。
彎腰向前，手向下擺，腰帶伸起，同時手向上擺。呢組動作我哋共做10次，大家亦都可以按照自己嘅能力調節速度同埋幅度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按摩腸臟，刺激蠕動。我哋會透過按摩腸臟唔同嘅部位，去刺激腸臟嘅蠕動，改善便秘嘅問題。首先，我哋用手握成拳頭，我哋會用手指第2支節嘅位置進行按摩，放喺腹部嘅前邊，順時針按住腸臟嘅位置，用捲壓式嘅方法按壓大約3至5個圈。接下來我哋會拍通大腸經，我哋會疏通手臂上嘅大腸經，由手腕、曲池穴至肩側，拍打5次為一組，每邊10組。換邊，我哋同樣地係會拍打手臂上嘅大腸經，手握空心掌，由下至上拍打5次為一組，每邊做10組。接下來我哋會按摩支溝穴，穴位喺手腕橫紋下面4個手指嘅距離，中指對落嘅位置。我哋會用大拇指按壓20秒左右。支溝穴除咗可以治療便秘，仲可以改善耳鳴、耳聾同埋肩背痛。下一個穴位，我哋會按摩曲池穴，先屈起手臂，穴位喺手臂接痕去到手踭骨之間嘅位置。同樣地，我哋亦都係用大拇指按壓，大約20秒至30秒左右，力度適中，感覺會有啲酸軟。呢個地方係氣血匯集嘅地方，可以有效預防便秘同埋腹瀉嘅問題。換另一邊，我哋同樣用大拇指進行按壓，我哋會按壓20至30秒。
希望大家都鍾意我今日嘅分享，唔記得喺下面留言讚。